风微微，雨微微，伤风感冒上艰苦。好，你这小查某，去海边啊，甲人讲安尼尔，你就甲我踏落海底，害我，一唱。后工你唔爱互我拄着，你爱互我拄着，换我甲你踏落海底，互你去一唱。是金宝汤。哥，你赶紧趁小啉咧，安尼吼，才袂感冒。有影，这啥？金宝汤啊。金宝汤。操！哦，啊，都抓烧就好啊，你搁抓较熟，熟就好啊，你抓较遐烧，害我烫一个。嘿，我讲你真奇怪呢，这拄兄免讲嘛少，你家己说袂笨笨的哦，唔知影好歹哦。爱笨笨的吼。哦，袂歹，人讲食这金宝汤会气风寒，我头拄较大声，歹势啦吼。放紧啦，是讲哥，我感觉足奇怪呢。即摆都已经秋天啊，你哪会走去遐收水？而且吼，收水嘛应该烫衫呢。我是。哦，我知啊，你着想讲这衫毋是你洗对吧？所以你着调工走去收水，衫甲拢我当哥哥叫我洗对啊。毋是呢，恁阿兄是走去海边啊，伫咧看风景呢。是讲到尾啊吼，去拄到一只猫仔，去互只猫仔甲踏落。猫？什么猫？啊，煞毋知影吼，就是咱咧庄仔头迄个金白种上水迄间啊，新搬来迄户啦，迄个拍麻花，我甲塞着喙齿，迄个甲透落。哦，就是迄个哦，我知啦，我知。是讲哦，伊是安怎会甲你扫落海底啊？就是安尼，我毋知你热，我也无安怎，也无讲话讲家己热甲偌热啊，伊就无代无志甲踏落海底。啊，这查甫囝男子汉大丈夫吼，今仔日吼去食这个亏，我足唔冤的，这冤是我绝对要报的啦，我若无报绝对。哇！你一个等到咧等火大哦！你着寒风，着天摕一个桶仔带满，是满啥啦？对啦，爸，我今日下晡他那绝对有原因的啦。爸，借问咧，你是毋是伫咱这个庄仔头内底响叮当的大人物？对。你的身份证的职业栏面顶是毋是登记号做罗马？对。我就是你的囝哦，你是毋是我一个最严厉的爸爸？是毋是我最慈祥、最可爱的老爸？对，以上所讲完全正确。我是毋是你的心肝囝、宝贝仔囝？对，是我旁斗的囝。对，假使讲你这个旁斗的囝，今仔日若是去互欺负去食，你这是大人是毋是爱替恁囝出头落角？啥？人敢欺负我排骨的囝？啦。你甲我讲，看倒一个，恁爸绝对找算数。迄就是吼，拄啊搬到咱遮无偌久以后啊，迄有一个老妈甲一个少年妈的啊，今朝我甲塞一个水皮有无？啊，怎摕钱请你要来甲我修理，迄假伙啦！恁两个母仔囝，恁爸绝对无放你煞。这暗啊，慢，明仔载我绝对互甲恁两个修理到点。唔通啦，爸，你代志都未调查清楚，你就要找人算账哦。点去啦！我排骨的5分线，阮囝会互欺负的，你要笑讲诶？对，迄爸，你就是好，你错。唉，白真无味啦！小姐，来，什么代志啊？借问个吼，咱遮有较好佚佗的所在无？好佚佗的所在，有啊，真多啊！看你是要去爬山，还是要去游水，还是去公园散步，拢嘛足好耍的呢。这我拢无介意，看迄个呢，迄个呢粉味的无？这是什么风味？我听无啦。你我来讲呢吼，是讲甲你这款的高囡仔讲嘛毋捌，你都还袂当大人吼，也无啥物零件，无啦安尼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无安尼我家己一个人倒足无聊的啦，你看你会当安尼陪我，可怜我啦，同情一下。不要啉茶茶。我陪你啉茶哦。哟，爱人陪哟，来啦，我陪你啦，是要全套要半套，硬陪啦来。你这款的我配袂落，太乖的。你真好打嘞，你哈，你也无是讲你是出外人呢，来到阮遮，你是当作阮遮是地点，阮遮是茶艺馆呢，哈，叫阮小妹陪你，伤介绍你爸，互你用行这摆，我赶快出去。哎，我呢啊，等你开车你去叫啦啊，即去啦。我观众呀，哇，你个心情到遮你食茶哦，代志足严重的呢。是什么代志啊？拜过来啊，甲迄对两个爸仔传家世道，要坐恁的小姐算账啊。啊，算账。太
食到大汉啊安尼，唱歌跳，我那困一个中昼安尼，互你吵吵去啦。妈咪啊，你都毋知大点才有够无聊的啦！母母听无也总会规工毋知要创啥会拍梦啊！哪会无啦？外口空气足好的，看你是要游泳啊，是要去海边啊遐佚佗？去海边啊佚佗，啊毋拄来当着倒单，我毋着衰死。唉，袂啦，毋是妈咪也爱讲呢。你吼，毋通安尼一个目睭生在头壳尾顶，你若目头遮尔悬哦，永远你都找无翁啦。那这我才无稀罕，我也无拍什么过点这个庄卡所在。搁再讲哦，毋是我咧点的啦，规庄仔内无一个配我会当过。你哦，个性爱改啦。你若毋改吼，毋是讲蹛这庄卡找无，就是倒转来咱台北吼，也无人敢有你做翁啦。安尼可好啊，我莫嫁，啊永远陪在妈咪你的身躯边，安尼毋是搁较好？唉，讲什么戆话？你嘛替咱想看觅咧，5家单生你这个孤查某囝呢？哈？啊你毋嫁，你是剩办要咱5家无团是？若要团毋较简单，就分一个来就好啊。你讲着敢若真简单咧。咱有遮尔多的财产，哪会用咧随便去分啦？搁再讲，你也毋是咧卖生啦。你若安尼乖乖吼，甲我招一个翁入来吼，看要生偌大堆，互妈咪抱甲袂当去倒下，哪着去分啦？怀嫁。得，当总啊，迄身体若遐歹吼，就看我行毋通用走的，走来安尼窜甲讲袂出来安尼。这当时的，大小姐，嘿，白个端，开倒端哦，也物件我要找你